马可福音第6章，耶稣离开遐，倒去家己的故乡，门徒缀伊去。安息日，伊伫会堂教示人，真侪人听到伊的教示，拢真着惊，讲：这人的本事对倒位来？伊得到的到底是什么款的智慧？伊行的到底是什么款的神迹？伊减毋是目像师傅，减毋是玛利亚的囝雅各、约瑟、犹大，甲西门的兄弟。伊的小妹减毋是甲咱住伫遮。因煞对耶稣起反感。耶稣甲因讲：先知伫家己的故乡、家己的亲人、家己的家族以外，一定会受尊重。伊伫遐袂当行什么神迹，只有甲几个阿病人换手，甲因医好。耶稣对因的毋信感觉真奇怪。耶稣行透周围的乡舍教示人，伊调集12使徒来，找因两个出去，互因有权柄通制压邪神。伊吩咐因出门的时，关衙以外，什么拢毋通带，毋通带食物，毋通带女兄弟，药带内面，毋通带钱，只有穿凉鞋，毋通穿2领内衫。伊阁甲因讲：恁无论入去什么人的厝，就带遐到离开迄所在。无论什么所在，人若毋接纳恁，毋听恁的教示，恁离开的时，就将卡年的土粉搬掉，表示对因警告。使徒就出去传道，劝人悔改。因阁赶出真侪鬼，嘛用油抹真侪病人，甲因医好。希律王有听到耶稣的事，因为伊的名传遍逐所在。有人讲，伊是施洗者约翰对世人忠告我，所以有关联行这的神迹。毋过嘛有人讲，伊是以利亚。阁有人讲，伊是先知，亲像古早的一个先知。希律听到就讲，是我甲伊站头迄个约翰，伊有告我。希律有派人去抓约翰，甲伊连伫监呢。原因是希律有带小弟腓力的某希罗底做某，因为约翰定定对希律讲：你带小弟的某无合法。希罗底心内对约翰扣分，想要甲伊抬，毋过袂当照心愿，因为希律惊约翰，知影伊是正义佮圣洁的人，有甲伊保护。希律逐摆听约翰的话，非常不安，抑故真爱听。希罗底的机会来啦！希律做生日的时，办宴席，请文武百官，甲加利利民间的领袖。希罗底的查某囝入来跳舞，互希律甲在座的贵宾欢喜。王甲迄个查某囡仔讲：看你爱什么，做你求，我拢要互你。希律阁对伊咒詛讲：你无论求什么，连我王国的一半嘛会互你。查某囡仔出去问伊的老母：我着求什么？伊的老母甲伊讲：施洗者约翰的头。伊随时赶倒转来，对王要求讲：请你随时将施洗者约翰的头壳放伫盘里，互我。王的心非常艰苦，不过已经伫贵宾的面前咒詛，无甲伊拒绝。王随时找一个警卫去摕约翰的头，警卫就去监里斩约翰的头，将头壳下伫盘里，放来互查某囡仔。查某囡仔就互伊的老母。约翰的门徒听到，就来收伊的身尸，甲伊埋葬伫墓里。使徒转来耶稣遐，将因所做、所教示的拢甲伊报告。耶稣甲因讲：安尼，恁家己嘛着来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
小可休困一下。因为出入的人真多，因连食饭的时间都无，因就坐船简单因家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。真侪人看到因离开，认出是因，就对逐个城市顺陆路走进前，比因大声到迄所在。耶稣上岸，看到一大群人，就可怜因。因为因亲像无牧者样，伊就假使因真侪项事，时间已经真晚。门徒我来甲伊讲，这个所在真偏僻，时间嘛真晚啦，请甲因解散，互因去附近的乡村装车，家己买物件食。耶稣应讲，恁互因食。门徒问讲，阮着去买200个牛仔的饼，互因食哦。耶稣讲，恁有偌侪饼？去看卖咧。因看了就讲，有5个，嘛有2尾鱼。耶稣吩咐门徒甲众人分组，互因坐伫青翠的草坡，众人就一组一组坐落去，有的100个，有的50个。后来耶稣摕迄5个饼甲2尾鱼，天感谢，擘开，摕互门徒去分互众人。伊阁将迄2尾鱼分互众人，大家拢食到饱饱。门徒捡食剩的饼油啊，甲鱼屑啊，满12篮。食饼的简单查甫人就有5000。耶稣随时逼伊的门徒上船先过去对面岸，去伯赛大，家己留底解散群众。耶稣离开群众了后，就上山祈祷。天暗的时，船行到湖的中央，耶稣家己一个伫岸顶，伊看到门徒正风在过桨，过甲真艰苦。天要光的时，耶稣伫湖的顶面，往因遐行去，想要对边仔过去。门徒看到伊伫湖的顶面在行，想讲是鬼，就大声喊，因为大家拢有看到伊，真惊。耶稣随时甲因讲：“安心，是我，唔免惊。”耶稣上船去甲因做伙，风就点去。门徒非常着惊，因为因无明白迄个饼的意义，心枵真顿。耶稣甲门徒过湖了后，伫吉尼撒勒上岸，甲船趴伫岸边，因一个路船，众人随时认出耶稣，就是过行透透，听到耶稣伫倒位，就用床铺光病人去遐。耶稣无论行到什么庄舍、城市、乡村，人就甲病人扛来，放伫市场口，恳求耶稣，上无嘛，互病人摸一下伊的衫躯的手。所有摸到的人，拢得到医好。